打等於本書嘅大家都聽到嘛？你數據你希望切嘅話咧，呢套嚟得只要南邊嘅還是咁今日係第4堂課，首先要問候在座嘅戶主波卡寧波車、堪布寧波車同埋所有堪布柯些尼同埋珍奇大眾，問候大家身體健康，同埋咧亦都係同喺網絡上邊上堂嘅所有法友，仲有咧所有藏族嘅法友啦，向大家問好。咁首先上一堂咧，我哋有講到窺基大師嘅出家因緣啦。咁咧呢個內容係根據信高真傳嘅講法。咁首先佢係唔想要出家㗎，之後咧喺玄奘大師嘅勸說之下咧，佢就勉強咁提出咗3個要求，先至願意出家。之後咧，據說佢仲帶住3大車，裝滿咗佢想要嘅各種東西啦，就去到寺院度出家。咁呢一段故事就係話，係講到稱窺基大師為呢個3車和尚呢個講法咧，究竟係咪屬實咧？其實仍然係有待進一步嘅考據嘅。因為其實咧喺後世裏邊咧係有咁樣嘅一種講法，就係窺基大師係會話稱佢為呢一個3車和尚。但係呢個故事係咪真實咧？係值得進一步考據嘅。所以法王認為第一個部分咧，今日係首先要再探討一下3車和尚呢個講法係咪真實嘅。咁喺唐朝咧，有一位真人個名係叫做真祥，佢係公元618年嘅出生嘅人左右嘅呢個時期嘅一個出家人。佢大概咧係同窺基大師係同一個時代嘅人。咁佢係撰寫咗一部《法華傳記》。喺呢部《法華傳記》裏邊咧，係有提到窺基大師，但係咧就冇提到咧3車和尚呢一件事情，完全冇提到嘅，冇用到呢一個字。唔單係咁啦，而且其他唐朝嘅文獻裏邊咧，亦都係揾唔到有咁樣嘅講法。所以咧咁樣嘅講法咧，其實就係去到宋朝嘅文獻同埋之後啦嘅文獻咧，或者記載裏邊咧，先有出現到呢個3車和尚咁嘅講法㗎。所以呢度我哋就可以去探討一下，就係話喺宋朝同埋到窺基大師在生嘅嗰段時間啦，
其實中間係隔咗200幾年嘅。咁其實咧，古代咧嘅通訊同埋交通咧，都係非常之困難同埋好有限嘅。譬如舉例啦，有時就係話你要寫封信去聯繫，其實都要好多時間嘅。特別咧，中間期間咧，亦都有唐宋呢兩朝嘅改朝換代。當中咧，唐朝咧，亦都有呢個會昌毀伐，同埋各種等等嘅唔同類型嘅一啲動亂啦。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好多呢一個佛教嘅文獻咧，都會有呢一個燒毀啦。咁好似會昌毀伐呢個情況咧，其實就好似藏嘅歷史裏邊咧，都有呢個琅達瑪毀伐嘅一個咁嘅時期。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唐朝毀伐嘅呢個過程裏邊咧，咁好多呢啲佛教嘅文獻咧，喺當時亦都係遭到咗燒毀啦。所以窺基大師所謂三車和尚呢個講法，其實可以話係疑點重重，值得我哋要進一步去考證。同埋現代嘅一啲學者都認為，其實咧，窺基大師佢係喺呢一個稱為三車和尚呢個講法，究竟喺邊度嚟嘅咧？就係因為咧，窺基和尚喺佢前半生係傳授呢個《法華經》，但係當時咧，因為中國佛教裏邊有天台宗嘅呢個宗派嘅，咁咧佢哋係好重視呢個《法華經》嘅。但係咧，由於窺基大師喺解釋呢個《法華經》嘅時候咧，佢嘅見解係同天台宗係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一啲天台宗嘅弟子咧，就會對佢有啲唔高興。咁所以因此咧，佢就係借用《法華經》裏邊三車呢個比喻，就係話一般就係話聲聞緣覺同菩薩呢三車，即係三乘咯。亦都係喺經典裏邊，一般咧會有講羊車、鹿車同牛車咁樣嘅。《法華經》裏邊係用呢三車做一個比喻，分別係比喻呢個聲聞，分別比喻呢個緣覺、聲聞同埋呢個菩薩乘。用羊車、鹿車同埋牛車嚟去比喻呢三乘，就係《法華經》裏邊有咁樣嘅比喻嘅。總之咧，佢哋就借用呢一個三車嘅比喻咧，可以話啦，就係用嚟咧去嘲笑呢一個窺基大師。所以呢啲係現代一啲學者嘅一個講法。無論如何，法王個人認為咧，佢覺得最好嘅方法就係應該係要以唐代嘅文獻，尤其係要用翻窺基大師自己嘅著作做依據。如果唔係嘅話咧，咁樣就真係會咧，要去依照其他嘅文獻，特別係如果係依照一啲後期嘅文獻嚟做依據咧，係唔得㗎。否則咧，咁啊真係會冤枉同埋毀謗咗窺基大師啦。咁啊，真係一個罪過。咁喺唐代呢個
叫做真長嘅真人嘅法華傳記裏邊係點樣講嘅咧？點樣記載嘅咧？佢裏邊係對窺基大師係點樣介紹咧？咁以下咧就係簡單去介紹啦。咁呢度咧就提到釋大乘基，釋就喺中國佛教裏邊啦，真人嘅姓氏咧都係姓釋。咁所以咧，窺基大師亦都係姓釋啦，所以因此，咁佢嘅名就叫大乘基，之後亦都有提到佢係玄奘嘅弟子。咁玄奘嘅大師，玄奘大師咧係有3100嘅徒弟嘅，咁其中咧已經通達或者係所謂了悟嘅就有70人，其中有幾位咧，有4位係長老，而窺基咧可以話係咧係所有弟子之中嘅眾人之首。咁當佢嘅母親係懷咗，即係馱住窺基嘅時候咧，佢當時發夢，夢到佛陀咧手咧係攞住一個如意，就想要入胎。如意咧，其實就我哋成日咧喺寺院裏邊咧見到，譬如話和尚咧就會攞住嘅嗰個器物，一個法器啊，就係如意。咁呢個如意有時係唔同材料做成嘅，咁總之咧就係和尚有時會攞住嘅，見到。咁當時佢就係夢到佛陀手裏邊攞住呢個如意，然後咧就係想要入胎。然後之後咧佢母親咧就懷孕啦。我哋之前喺《宋高僧傳》裏邊有提到啦，係又同呢度有啲出入嘅。咁之後又再記載啦，呢度就係話窺基啱啱出世嘅時候咧，個天係有長雲出現。窺基9歲就出家。呢個所謂出家咧，並唔係真正正式咁出家。呢度嘅出家，法王就認為呢度係當時佢就係對輪迴生起出離心。總之就係佢17歲嘅時候，呢度有記載就係佢進入咗僧團啦。因為呢度係呢個有提到，剛才所講就係咧，因為呢個係個真人係講法華傳記啊嘛，主要係講咁，所以呢度有記錄咧，就係當時窺基大師咧，當時有傳講呢個法華經嘅時候咧，晚上咧就喺度撰寫呢個著述，日頭咧佢就會去宣講呢一個法華經。當時咧就會出現好多嘅瑞相，成日有出現各種嘅奇妙嘅瑞相。咁亦都有人發夢夢到咧，窺基係喺撰寫呢個見普塔品嘅著述嘅時候咧，咁當時窺基撰寫見普塔品嘅時候咧，係佢就夢到。係呢個莊嚴佛土、莊嚴佛國、遍滿佛土嘅諸佛啦，都嚟同窺基法師交談。所以你去睇到咧，喺佢嘅著作裏邊咧，
即係呢一個傳記記錄裏邊係並冇提到呢一個三車和尚嘅。另外咧，上一堂我哋都提到窺基所寫嘅《成唯識論掌中樞要》裏邊咧，亦都有再講到自己嘅一啲情況。咁呢個簡單嚟講就係咧，其實係窺基佢有提到自己嘅命運係好坎坷嘅，9歲咧父母就已經身亡啦。之後從此咧，佢就好向往居住喺呢個山林之間。然後佢同時咧，亦都成日希望能夠出家為僧。自細佢就已經係想去遠離呢一個浮華塵世。咁到咗17歲嘅時候咧，就係要計劃要去出家為僧，然後咧就奉詔咧成為門士。就係即係成為侍者，成為玄奘大師嘅侍者啦。就係應該好似侍者咁嘅一個身份咯。咁所以首先咧，佢係玄奘嘅3000位弟子之中嘅其中一位。後來咧，佢又成為咗70名呢個優秀弟子之中嘅其中一位。之後咧，佢又發願，同埋好精進咁樣去，同埋努力。因為佢好精進努力啦，所以因此咧，佢係能夠成就佢嘅善願，同埋佢之後佢亦都係能夠繼承玄奘大師講學。同埋咧，佢亦都成為啦呢個譯經院裏邊其中一員啦。由於佢嘅品性咧就係唔散漫嘅，所以佢能夠咧擔當喺譯經院裏邊啦，擔當呢個不受，能夠聽聞呢部論啦，就係呢個成唯識論。呢個就係佢喺佢呢一個述記所記載嘅。咁同上邊我哋啱啱講嘅就可以睇得到啦。咁頭先同窺基大師同時代嘅真祥大師所記錄嘅嗰個傳記啦，你可以睇得到啦。佢係自細咧就係想要遠離塵世，想出家㗎，同埋亦都遇到咧，佢就係具備呢個順緣嘅。因為上一堂咧亦都有提到咧，窺基大師係出身於呢個大戶人家將門後代，同埋佢亦都係自細就天資聰穎啦，善於寫文章。即係如果佢努力嘅話咧，好似古代中國嚟講咧，可以就係話學而優則仕嘅道路。佢本來係天資聰穎又善於文章，其實佢係可以踏上呢一個學而優則仕嘅道路嘅，其實係對佢嚟講係好容易嘅。但係咧，佢就冇選擇到呢一條路，但係選擇咗出家嘅道路。
咁主要我哋而家回顧翻，其實就係佢出家嘅原因咧有三個，其中第一個咧就係佢伯父，受佢伯父嘅影響，佢伯父係尉遲恭，另一個有時都主要稱佢為尉遲敬德，佢係唐朝嘅一個好出名嘅將軍。佢可以話係一個好功蓋世，同埋咧亦都深得唐太宗嘅信賴。佢應該係呢一個鮮卑族嘅人。雖然佢深得唐太宗信賴，但係咧因為佢個為人咧係耿直暴躁，而且咧佢亦都係會咧居功自傲嘅。咁咧就係記載裏邊有一次咧，就係唐太宗設宴招待群臣，咁就好似而家我哋嘅國宴一樣。咁就係當時因為係佢嗰個排名啦，個座位嘅排列，佢就係發現咗自己係排咗喺其他人嘅下面啦，佢就出言不遜啦，甚至咧係同佢其他人咧大打出手，幾乎係將佢嘅對手嗰隻眼咧都打盲啦。結果咧呢件事情就令到太宗咧係變好唔開心，咁佢好唔高興，並且講啦，睇嚟咧漢高祖劉邦謀殺韓信等等嘅功臣咧，其實個過錯咧漢高祖啊，漢嘅狂乜啲嘅農村人民，亂不提住農村人都寫寫，喺度講送多。但係研究前呢，漢狂乜啲嘅啲，佢咁樣做嘅過錯咧，唔喺漢高祖嗰度，而喺大臣自己嗰度咯。唐太宗就講咗咁嘅説話。其實呢句説話咧，就係講俾呢一個尉遲恭講嘅，對住佢嚟講嘅一個警告，俾佢一個嚴厲嘅警告。意思就係話啦，如果你睇下漢高祖過去都係有咁樣去殺佢啲謀臣嘅，咁所以你亦都要小心啊。後來尉遲恭咧又同朝中嘅一啲大臣咧就發生咗呢啲矛盾啦，結果咧佢又被排擠出咗京城啦。咁之後將佢調任去做一啲外面嘅職位。咁所以咧，因為佢已經係離開咗呢個京城啦，可以話係被降職啦。然後咧，佢慢慢咧，亦都失去咗呢一個太宗嘅信任。所以因此咧，佢看透咗呢一個官場嘅呢啲炎涼啦，晚年咧漸漸咧就篤信呢個仙術，即係對呢一個道教嘅呢啲內容咧係越嚟越有興趣，同埋據說佢有16年咧就冇再同外人接觸。
佢就係去潛心修練呢個仙術，所以可以講啦，尉遲恭咁樣嘅思想變化咧，對當時窺基法師，我哋唔能夠講咧係冇一定嘅影響嘅，就係話因為睇到尉遲恭晚年咁樣嘅變化咧。所以窺基大師自然應該會受到啲影響嘅。咁第二點咧，就係點解窺基大師會出家嘅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佢9歲嘅時候咧就係喪母，咁自細咧佢就有一種咧覺得係冇咗呢個醫護嘅呢個感受。之後咧，佢就係咧身處喺一啲其他人嘅冷眼對待、冷言冷語之中，咁所以佢咧自細就睇慣咗呢個世態炎涼，亦都係對世間嘅功名利祿咧就生起咗呢個厭離之心，可以話係對世間一切都生起咗呢個厭離。第三點咧，咁可能頭兩點咧就可能係佢想出家，但係如果當時咧大環境冇辦法嘅話咧，佢亦都係冇辦法出家嘅。咁所以咧當時嘅大環境係點咧？就係佛教係好興盛嘅一個情況。所以第三點就係當時唐代，特別係呢個唐朝啦，係佛教發展係好迅速嘅一個時期。尤其係玄奘大師當時從印度遊學返到長安城之後咧，佢好積極咁樣去弘揚佛法，並且係好注重，特別係非常注重呢一個對佛經嘅翻譯。再加上唐太宗、高宗、武則天當時嘅呢啲帝王咧，都係大力護持呢個佛教嘅。所以呢啲都係咧呢個大環境都會具備，所以可以話係內外呢啲各種因緣咧，都係造就咗呢一個窺基大師能夠出家嘅一啲助緣啦。咁所以咧，可見咧就係之前有講到另一啲經典記載呢一個玄奘法師勉強佢出家嘅一啲記載咧，未必一定真係真確咯。咁呢個就係剛才就係法王想要補充嘅內容，就係意思就係話三車和尚嘅講法咧係疑點重重，未必係正確噶。之後咧就想講個故事，係同窺基法師嘅一個故事，就係呢個彌勒上身經嘅因緣。咁呢部經咧喺藏傳佛教嘅丹珠裏邊咧，亦都有收錄。窺基大師佢唔只係呢一個著述，即係做各種釋論嘅大師，包括佢做咗對呢個唯識宗、法相宗嘅論點啦、經論啦，做咗好多注釋。之前有講啦，佢係呢個八部疏主、八部論主，但係佢唔淨止係咁，佢唔係淨係呢一個著述立論嘅呢個大師，而且咧佢亦都係咧有好多種跡象啦，表示到出嚟咧，佢絕對唔係一個凡夫嚟嘅。同樣喺《宋高僧傳》裏邊啦，記載咗幾則佢嘅故事。咁呢度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啦。點解係要去分享呢啲故事咧？就係希望能夠幫助咧大家係能夠更好咁樣了解、認識呢位大師。
首先第一則故事咧就係講咧，窺基大師係點樣注釋呢個彌勒上身經嘅因緣啦。當時咧，窺基大師係喺公元674年嘅時候，佢遊歷咗呢五台山。佢過去可能已經有去過五台山1、2次。總之嗰一次去嘅時候咧，係僧俗二眾，總共有500幾人。同時咧，亦都建立咗一座寺院，塑造咗好多佛像。特別咧，佢喺嗰度有記載，就係佢特別塑造咗一尊彌勒佛像。當然啦，唔知道係咪佢親手所做，但係總之佢就係喺呢座彌勒佛像前咧，佢係每日都係會係喺呢個佛像前去領受呢個菩薩戒同埋發願嘅。呢一度後面會有講到。總之咧，佢去到五台山之後咧，成為咗五台山著名嘅一位大師，同時亦都係咧喺五台山嗰度弘揚呢個法相宗嘅一位著名嘅大師。咁喺《宋高僧傳》裏邊有記載，當佢當時咧喺五台山之後去登呢個太行山嘅一個途中啦。咁佢有一日咧就留宿咗喺一間古寺入邊。夜晚瞓覺嘅時候咧，咁窺基咧就發咗個夢。咁佢發咗一個咩夢咧？就係夢見自己身處一座山嘅中間。然後咧，岩石下面咧就傳出好多人哭喊嘅聲音。因為咧應該喺夜晚嘅一個環境啦，係好幽暗嘅一個環境，咁聽起嚟咧就係特別凄慘嘅，可以話係真係不忍聽聞。之後窺基咧就行過呢一個一路走一路行啦，就行過咗層層嘅山峰，見到四面八方嘅景色咧，全部都盡收眼底。但係佢睇到嘅咧就係周圍各處都係琉璃嘅顏色，同埋之後咧佢當抬頭一睇嘅時候咧，就睇到一座城池，有一座城堡啦。咁之後就聽到城中傳出聲音，就講啦：哦，法師啊，請留步，你嚟呢度做乜嘢啊？之後過咗一陣啦，就見到有2位天人童子啊，就從呢個城裏邊咧就出嚟問呢個窺基法師啦。佢就問啦：哦，你係咪剛才就係睇到山下嗰啲罪苦眾生？之後窺基大師就答啦：哦，我淨係聽到聲啫，見唔到佢哋，我睇唔到呢啲眾生。於是咧，童子咧就將一把劍交咗俾呢一個窺基大師，然後就同佢講啦：哦，你剖腹嘅話咧，你就睇得到啦。之後窺基大師咧就將自己個肚剖開，之後就見剖開自己個肚之後咧，就只係見到有2道光芒射出嚟。之後真係一路呢個光芒咧就映照到個山下面。咁之後窺基大師咧就見到無數人咧就喺度受住極大嘅痛苦。
咁啦，之後同時咧，呢個童子咧，呢兩位童子又翻到去城入邊，然後再翻嚟就攞住兩卷嘅紙軸啦，同埋一支筆，就將佢交咗俾窺基大師。咁窺基大師收到呢個紙同筆之後咧，就從夢中驚醒啦。有啲似就係話我哋有時發夢啦，亦都會突然間扎醒。咁經典裏邊都有咁講，佢驚醒過嚟咧，當時係一個半夜嘅時間啦。咁窺基大師就見到啦，喺呢個漆黑嘅呢個紙入邊咧，某一個地方有啲光芒，同埋而且咧呢個光芒咧係一路喺度發出光芒，同埋冇去熄滅嘅。咁我咪平時我哋呢個就唔係好似咧，我哋平時咧周圍都有呢個電燈，但係古代咧其實周圍都係一到咗天黑咧就係漆黑一片嘅。咁所以佢就突然之間喺半夜，點解呢個位置仲有啲光嘅咧？咁所以咧，法師就朝住呢個光嘅方向去揾啦。最後就佢發現咧，就係發緊光嘅係乜嘢咧？就係有幾卷嘅書放出呢個光芒。咁呢度就唔係喺發夢啦，係醒嘅時候佢就發現咗呢個情況。之後窺基大師就打開呢個書卷嚟睇啦。過去啲經書咧係點嘅咧？係一卷卷嘅，係捲起嚟嘅。咁一打開嘅時候，佢就睇到係呢一個《彌勒上身經》。所以呢個時候咧，佢就心諗就係話，啱啱我發嗰個夢咧，佢覺得剛才嗰個夢咧，一定就係彌勒菩薩為咗要令佢去能夠通達經中嘅義理咧，之後等佢係要可以做呢個住所。之後咧，佢就攞一支筆，攞支毛筆準備要寫作。正呢個時候咧，從呢個筆尖咧就跌出咗27粒呢個舍利，而每一粒呢個舍利咧都好似櫻桃咁大嘅，即係好似車厘子咁大嘅，每一粒都係紅色，好可愛嘅。佢總共呢個有咁嘅27粒嘅舍利跌咗出嚟，然後咧又好似咧粟米咁樣黃色嘅舍利咧，亦都之後跟住又跌咗落嚟喺筆尖嗰度跌出嚟。總之咧，窺基咧就係咁樣嘅因緣咧，就係再去寫呢一個《彌勒上身經》嘅注釋，咁亦都係源自於《宋高僧傳》嘅記載。剛才就係第一段故事。你哋要補充一段係咩咧？就係當佢去五台山嘅時候咧，佢係建造咗好多嘅佛像㗎。佢建造咗彌勒同埋呢一個文殊像，係個大細係同人一樣咁大嘅。咁當時咧，當佢做第一尊佛像嘅時候，當然法王唔係好肯定呢個講法，佢係聽翻嚟嘅。因為當時咧，五台山係文殊菩薩嘅聖地。總之就係因為佢係學習呢一個唯識宗，所以因此咧，彌勒菩薩係唯識宗嘅最重要或者係最主要嘅一個開宗嘅菩薩啊嘛。咁所以因此佢喺呢個五台山就塑造咗呢個彌勒菩薩嘅聖像。另外第二個故事咧，就係佢同道孫律師嘅一段故事。
第二個故事咧就係道宣律師與天人。咁道宣律師咧係中國佛教，我哋話有8宗喺呢個漢傳佛教裏邊，其中嘅律宗裏邊，南山律宗嘅初祖就係道宣律師。咁前幾堂裏邊亦都有提過佢個名㗎，就係玄奘大師譯場裏邊其中一位助手。所以窺基大師咧，亦都係成日見到道宣律師嘅。咁所以呢度就係同佢有關嘅，因為道宣律師嘅戒律係非常清淨，所以每一日啦，呢度記載裏邊有咧，每日都會有啲天王，即係佢4代天王啦，所派嚟嘅使者同埋呢個執事，係會嚟進見同埋向呢個道宣律師稟告一啲雜事嘅。咁有一日啦，正好窺基大師咧就去拜訪呢個道宣律師。咁咧當時咧亦都係啱啱係遇着咧係呢個天王要派嚟嘅使者啊執事每日要嚟進見嘅時間，但係佢哋一直都冇嚟喎。佢哋直到咧窺基大師離開之後咧先至出現。咁係佢哋要等窺基大師離開之後咧，佢哋先至再嚟到去拜見呢個道宣律師。咁道宣律師就係責怪呢啲天王使者，就話：哦，點解你哋遲到啊？咁呢個時候咧，呢啲使者就答佢啦，就係話：哦，因為剛啱咧就係有位大菩薩喺呢一度啊。咁呢位大菩薩咧，佢身邊有好多呢個護法啊，同埋副役啊、隨從啊等等啦。咁所以我哋嘅神通啊，都係使唔出嚟啦，可以俾佢身邊嘅呢啲護法咧係壓制住，所以咧佢哋先今日遲到啦。呢度咧仲有一個講法嘅，就係都同呢一個同呢個三車和尚有關嘅，喺呢度入邊有啲內容。但係總之咧，三車和尚係呢個講法係疑點重重嘅，因為道宣律師咧，總之佢就係一個好注重呢個戒律嘅一個修行人。佢對窺基大師有啲睇法嘅，佢就係覺得窺基大師係被稱為呢個三車和尚，人哋咁樣稱呼佢咧，所以佢對窺基大師咧，亦都係有啲疑慮嘅。而之後咧，啲使者咧，因為就係呢個天王嘅使者向呢個律師講，哦，其實佢係個大菩薩。經歷過呢一次之後咧，道宣律師就真係認為呢個窺基大師係有呢個大菩薩，對佢嘅睇法亦都改變。咁所以因此咧，其實呢一度亦都係同呢一個三車和尚有啲關係嘅。但係總之咧，道宣律師呢一個故事啦，你可以睇到啦，道宣律師係能夠係直接同呢一啲天王嘅使者，佢哋派嚟嘅呢一啲執事咧，係可以同人之間咁傾偈。但係咧，當窺基大師嚟到嘅時候咧，佢仍然都會係遇上呢個情況咧。咁確實係令人驚訝嘅。咁總之，你可以睇得到啊，從呢啲故事裏邊，
窺基大師無論咧喺佢事業上邊嘅成就都好啊，或者係佢嘅自己嘅身份啦，好似就係當頭提到佢一個大菩薩啦。總之佢絕對唔係一個等閒之輩，佢絕對唔係一個普通人，而係一個殊勝嘅呢個大師大德。同樣喺《宋高真傳》裏邊亦都有一段記載，咁就係佢有記載到窺基大師一生咧都係十分勇猛精進，佢咧亦都係五台山嗰度咧又去塑造一座彌勒嘅佛像咯，彌勒菩薩嘅像咯。之後咧佢每日都會喺像前咧係種呢個菩薩戒一片，並且發願咧未來係要能夠往生兜率天。後來呢尊佛像咧係閃閃發光，人人都能夠睇到㗎。後來窺基大師又喺五台山嗰度咧係做咗一尊咧玉石做嘅呢個材質做嘅文殊菩薩像。總之後來咯，亦都係用金字抄寫《般若經》，之後呢個菩薩像咧亦都發光等等啦。咁我哋而家就講到呢度，之後就休息20分鐘。當然咧，下面嚟啊，가른 듯이 샤인 슈비나,姑娘喺你哋書啦，黐到佢面諗住定咗小書晒，點嚟？你說啊？之後要講嘅就係窺基大師圓寂嘅經過，同埋就係後人對佢嘅評價。大家嚟啊，窺基的他永春之路堂棚記錄完前邊呢，出去就前一個老李此案關別個這有靈力講不着不得事。那第三呢，講了我記了嘛都拍要嘛的事，他講了句都記得講不着不得事。講個古董的宣傳個古董的體力那古董的別不得事。總之咧，窺基大師就喺永淳元年，就係即係公元682年嘅時候，佢就係喺呢個慈恩寺翻經院嗰度圓寂，享年51歲。佢被安葬於玄奘大師嘅旁邊。窺基生前咧，弟子咧將佢就視為典範，就好似同玄奘大師在世一樣。他等於講書能寫的，玄奘視佢為同玄奘大師無異無別。玄奘大師從遊歷印度翻嚟之後呢，之後譯經傳法有10幾年嘅時間。
佢門下弟子咧雲集，俊傑賢才如林。好似之前有提到啊，有3000幾位嘅呢個弟子，所以其中入邊咧都係好多好叻嘅人啦。同時佢喺慈恩寺裏邊咧，佢係專門咁去做呢一個述作，同埋弘揚呢一個儒家唯識嘅學說。但係將呢個唯識光大門庭嘅話咧，係邊一個咧？就係窺基大師。所以《宋高僧傳》裏邊就有記載，玄奘大師係儒家唯識開創之祖，而窺基大師咧就係首文述作之宗，就係宗師。所以一個係祖師，一個係宗師。所以玄奘大師係祖師，窺基大師係宗師，有咁樣嘅一個講法。玄奘嘅做迦那的去甚至被得住兄弟是nam，得住西巴的是nam配合嘛，到這個玄奘寫書被隔離啊，迦那人嘅就甚至被嘅出得。其實真正開創唯識宗嘅係邊個咧？我哋會話係窺基大師，而玄奘大師咧，其實就係將呢個儒家唯識嘅經典從印度帶嚟中國翻譯，但係真係建立起呢個唯識宗嘅咧，並唔係呢一個玄奘大師，而係由窺基大師，佢係將呢一個玄奘大師所講述翻譯嘅呢啲內容記述落嚟啦，然後成為呢一個筆記述記，然後建立起呢個法相宗，開創咗呢個唯識宗。所以我哋可以話啦，佢亦都係出身於呢一個將士之家，佢係呢個尉遲敬德嘅後人啦。然後佢同時都係玄奘大師嘅門生，咁所以佢係一個出身於將士之家嘅佛家大將。咁樣嘅一位大德，其實可以話千年嚟咧，都係得佢一位咁樣嘅咁特殊嘅呢個大德。蓮沙的蓮池，其實之後咧喺明代，亦都有好多大德咧係對佢有呢一個各種嘅呢個讚譽嘅。咁明代有4大禪宗大師啦，有所謂蓮、柏、焦、紅嘅咁嘅講法。咁第一位就係蓮池雲，第二位就係紫柏真可，第三位就係全椒堪山，最後一位就係藕益智旭。咁呢4位就係明代嘅4位大師，蓮、柏、焦、藕，咁我哋就簡稱佢呢4位大師嘅。咁其中咧呢個堪山德清大師，呢4位都係禪宗嘅大師。咁其中咧堪山德清大師咧有一本自傳叫做《堪山老人夢遊集》，裏邊咧
為師有宗一身且玄，為師養之如日。咁喺呢個裏邊就有去記載到有一篇叫《窺基法師讚》，咁裏邊就係講啦，有記載唯識幽宗一心且玄，為師養之如日麗天，定循兜率，喻品微立，不從中來安知其缺。Namri zaman sem zambayge chubta ting samung medu chungandi khala nima da shawa dan zengen de kyorang ki zebre kyorang jibu robin kyorang jibu ki khala nima shawa da jebres dan dingune jane kyorang 呢句說記載嘅大意就係話，唯識宗咧係一門非常深奧嘅學術，咁就好似咧太陽喺天上一樣咁嘅。咁但係因為全賴係窺基大師嘅弘揚啦，咁唯識宗先至能夠可以咁樣係弘揚於世，好似太陽一樣普照。咁就係佢需因此讚歎窺基大師一定當初咧就係其實係從呢個兜率天嗰度，係從呢一個彌勒菩薩座前係已經領受呢個教法，係因為有佢嘅弘揚啦，先至可以令唯識宗萬古長存。如果唔係咁嘅話咧，點可能咧能夠去了知到咁多呢個學說裏邊各種嘅呢個關藝竅訣咧？咁呢個就係咧金山大師對呢一個窺基法師嘅讚歎。咁喺前幾堂裏邊，我哋有講到成唯識論述記，就係窺基大師係為呢一個成唯識論所寫嘅注釋。當然我哋都知道窺基大師咧，佢係唐朝嘅人啦，咁其實已經係佢而家咧有成1340年嘅歷史啦。因為而家咁佢係呢個佢今咁長時間嘅一個人啦，可以話係上千年之前嘅人啦。同埋咧，佢亦都係身為玄奘大師嘅身邊嘅一個助手，佢又係筆受又係潤文。所以窺基大師嘅文采、文筆、文學造詣，可以話係萬中無一嘅。对曲折头也不羡慕些，第一讲俩，大空个他的站下边去，但下面两个学下的对了吧？他的那麼就區別嘅這些，因為要成為玄奘大師當時喺譯場裏邊嘅助手咧，係非常唔容易嘅。所以我哋呢一次之後要去講到嘅，就係成唯識論述記嘅呢個序文。咁呢次會講呢個序文咧，其實今日係唔會講到，但係後日咧嘅課堂就會提到。咁呢篇序文嘅語言文字係非常之優美，非常之典雅。但係因為同時咧，呢一段序文亦都係中文嘅啲古文文言文，
咁使佢嘅遣詞造句、措辭文法咧，亦都唔係咁容易去理解同埋翻譯嘅，一啲都唔容易翻譯嘅。所以甚至法王自己會話就係話，如果佢要正確咁讀出佢嗰個發音，亦都唔容易。佢可能甚至係咧，就算你揾一個漢人嚟講啊，要將嗰個序文嘅正確發音讀出嚟都唔易啊。所以因此咧，法王咧而家喺呢一次唔會將成段序文翻譯為呢個藏文，佢就唔會做呢一個逐字逐句精確咁直譯，佢只係會用白話嘅方式咧係去進行解釋說明啦。但係當然啦，亦都會喺個熒幕度投影翻呢一個中文嘅原文。所以喺講解呢段序言嘅時候，如果我哋想要好好咁去了解其中嘅含義咧，其實係必須要參照其他嘅注釋。咁主要嘅注釋咧係有3本嘅。咁有關呢個成唯識論述記序言嘅注釋有3部，第一部咧就係唯識三疏當中嘅其中一疏，就係成唯識論疏抄，作者咧就係窺基嘅弟子靈泰。第二部咧就係日本8世紀法相宗嘅真人善珠所著嘅成唯識論述記序釋。第3部咧就係90年代中國學者羅時軒所寫嘅成唯識論述記三注。呢個比較近代嘅內容，亦都係比較白話，容易理解嘅一部書。我哋後日開始會去進入到呢個序嘅講解，咁其實主要咧就係要去參考呢3部書嘅。咁呢3部書嘅作者，第一個就係靈泰。咁但係法王自己佢就係話佢揾唔到任何關於靈泰法師嘅生平，淨係知道佢係一位唐代嘅真人，佢可能係窺基嘅弟子。咁第2部注釋嘅作者善珠，日文就係正珠。佢係8世紀嘅一位日本嘅真人，咁具體嘅生平咧，亦都係唔係太清楚嘅。但係據傳咧，佢曾經係拜訪玄奘作為師傅啦，去學習呢個法相唯識。玄奘佢個日文名係叫鏡部。
咁佢就係善珠就跟從佢學習法相、唯識同因明等等。咁玄奘藏敏鏡部，佢亦都係一位日本真人啦。佢亦都係智州嘅弟子。咁佢咧可以係從翻嗰個計翻嗰個代嚟講咧，佢就係玄奘大師第5代嘅法相宗傳人。玄奘法師傳俾窺基，窺基傳俾智沼，智沼傳俾智州，慧沼，慧沼傳俾智州，智州傳俾玄奘。咁玄奘之後咧，就再傳俾善珠。打然呢善珠嘅玄奘那麼多呢，當晚佢都學不嚟，學不嚟提過了，但你最學得啲，得到咩印度山，得到三部繼續做提要嘛咧。而呢，你最即三部搞得差啲嘅。咁善珠究竟從佢老師玄奘嗰度嘅教法裏邊有得益咗幾多咧？學咗幾多嘢咧？因為相關嘅資料啦，就係好缺乏，所以就好難確定。但係記載裏邊有講，就係喺天平6年，即係734年嘅時候，玄奘從長安翻到去日本嘅時候咧，當時咧就係隨身攜帶咗經論5000餘卷。善珠啊，研究一呢，這看那麼尼家咯。咁如果以呢個紀錄去推測咧，玄奘同埋善珠當時咧，佢哋係佢呢啲出家人啦，佢哋所在嘅呢個日本嘅寺院個名叫做興福寺。日文就係科福寺。咁當時呢個寺院咧，可以係擁有當時最多嘅呢個中國典籍。所以因為呢個興福寺當時咧，可以直指推測咧，係擁有咗當時日本有嘅最多最新嘅一啲中國典籍。因為呢度有記錄，當時佢哋從呢一個長安返日本嘅時候，帶咗經論5000餘卷。咁所以咧，係當時係收藏咗喺呢一個興福寺嗰度嘅。咁所以我哋從善珠呢位日本法師嘅注釋書裏邊咧，就可以咧睇到咧，佢引用咗咧當時中國各種典籍裏邊嘅好多唔同嘅引文。咁亦都可以咧，從而咧反映出咧當時喺8世紀嘅文本嘅原貌。咁而且咧，其中有好多嗰啲引文咧，其實而家已經揾唔到噶啦，嗰個書就係所謂我哋叫散日書嘅日文。咁所以呢啲咧係對於研究中國文獻咧係非常重要嘅一啲資料。雖然話善珠佢冇到過中國留學，
但係因為佢當時咧喺當時日本最好嘅學術環境下面咧，去學習研究呢啲漢譯嘅佛典，亦都因為就係佢即係喺呢個興福寺呢個地方就係有最好嘅學術環境。咁所以呢個環境對善珠後來咧嘅著述咧，無疑係提供咗好大嘅幫助嘅。咁第三部書嘅作者注釋作者就係羅時憲。咁羅時憲呢，就係出生於呢一個1914年嘅。咁佢畢業於呢個中山大學。咁首先佢係師從呢一個寶靜法師聽講。這些全部有點嘅，這個的羅賓查啲我哋，第一個對嚟啊，我講兼住當部書寫。之後佢就亦都歸依太虛大師。同埋咧，佢亦都有好廣泛咁學習呢個天台唯識中觀之學。咁到咗1965年啦，佢喺香港創立咗呢一個法相學會。之後後來又去到北美弘揚唯識法相學說。之後1993年咧就喺香港逝世。咁聽日同聽日係休息，後日就會再上堂，後日就會繼續去進入到序言啦。咁法王認為今次亦都冇辦法講晒呢個序言，但係之前課程裏邊有講到過，秋天有時間嘅話咧，就會繼續講課嘅。咁如果唔花多時間講嘅話咧，可能如果佢繼續擺時間就咁講，可能要成10年咧，都講唔完呢個課。咁所以因此咧，就秋天如果有時間會再繼續講落去。咁今日就大概講到呢度為止啦。聽日咧就係呢個農曆新年。parce aji gyase ke nan pebre de ji sunsu sto aji gyase ke jana ge zi gordan de nan pe che ne pe le ge bang am pe zin be ga to jana ge lu ne xin che che jana lu ning bu ne xin che che ane li to da ya de zui ne jana lu ni bu ne xin si nang me ro sam cheng da de ne chi su pe le ya tyung gor gi lu ge ge zi da da de zu ta de che ne ane pe ge li to de da jana ge 너지야 도스 제대요 야하게就係因為喺贊普時代咧，有一個人將呢一個漢族嘅呢個曆法嗰個嘅嗰啲教法咧，就帶到去西藏。咁但係後來咧，就係比較廣弘嘅咧，就係呢個時輪嘅呢個曆法。咁所以因此喺西藏咧，亦都係有因為咁嘅因緣咧，亦都有包含到呢個農曆。咁所以總之就係藏族嘅呢一個曆法咧，混合咗唔同方面嘅。咁但係法王自己冇學過呢個曆法書，佢都冇辦法講得好清楚。所以總之啊，聽日就係呢個農曆新年。明天是農曆嘅新年嘛？明天是初一。聽日係呢個農曆新年，係呢個初一。咁今日係農曆嘅年30，就首先祝願各位新春
快樂，萬事吉祥。然後即將過去呢個虎年呢，似乎亦都係比較坎坷嘅一年，好多人呢都係經歷咗好多事情，有喜有憂，呢個就係無常咯。咁因為事情呢並唔係總係會按照我哋預想嘅安排而發生嘅，總係會充滿有各種意外，有時會係驚喜，有時係無奈。咁今日正好係一個辭舊迎新嘅日子，就等我哋借住呢個機會，放下一切不幸、不愉快、不順意，敞開心胸，自在坦然咁去迎接兔年。總之就喺新嘅一年當中，祝願大家健康順遂、平安如意，新年快樂！扎西德咧啫，吉祥如意。咁多謝大家。